台湾嘛，捌发生严重的大楼火烧，消防局嘛提醒民众，若逃生的通道哦，佮会当行，无火无烟的时，就爱赶紧落楼。若已经拢是烟了，就爱先将门关好吧，佮登去厝里等消防人员来救。大火照光天色，香港丰和湾社区日来发生5级大火，造成严重死伤。丰和湾是由8栋31层的大楼组成的老社区。类似的大楼社区伫台湾嘛袂少。2021年高雄城中城大火，都有袂少住户伫逃生的过程死亡。不过拄到大楼火警，到底爱安怎逃生？民众看法无同。主要还是会看一下，就是那个环境有什么样的防灾设备，这样子去做决定。30啊，你要跑到1楼，大概那个希望比较小。那往上跑的话，大概可以到顶楼，还可以等待救援。民众烦恼向下骹逃生会袂赴，选择走去厝顶。不过消防局提醒，火甲火昏大部分真紧都会清起来，向顶悬走，恐惊爱甲火昏车拼。上好伫确认逃生通道无火甲火昏，向下骹逃生，而且刷手关门，阻挡火甲火昏弹开。我们往下的逃生通道是畅通干净的，那我们就往下逃生。但如果今天它是在逃生通道里面充满浓烟跟高热的时候，最后它就会变得相当致命，而且越往高的地方的话，它的温度啊跟毒性都会越强。我们是关门避难。若是逃生的通道已经有火昏，无法度离开，民众会当关逃生门甲自体的大门，伫厝内就地避难等待救援。不过应该爱选门是较袂小起的材质，毋是轻价间，而且上好有对外窗仔的房间，闪开有排风口，也是塑胶门的翼镜啊，较袂去互火拿着。消防局嘛提醒民众，毋通伫自体囤真侪杂物，也是好烧的物件，较袂阻碍逃生，防止火一个小起都袂受伤。记者采访报道。